麦克风测试，可以，谢谢。太高。喂，一二三，喂，一二三，一二三。
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开始今仔日礼拜今仔日是大讲节的第一主日吼，所以咱看到咱的台顶已经有主台伫遐吼。咱今仔日要开始点第一支的蜡条，是紫色的。请问大家敢知影第一支蜡条代表的意义是啥物？吼，咱今仔日在是牧师伫伊的灵修的分享中有甲咱提醒啦吼。第一支蜡条代表的是期待甲希望吼，咱会当敬信等候主搁来吼，咱伫这段时间会当做一寡反省啦吼。好，咱今仔开始今仔日礼拜咱三个来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用虔诚的心来入你的殿，来敬拜阿罗你。主啊，这时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透过今仔日的礼拜，吟诗、读经，也是牧师的信息，拢会当互阮得到满满的祝福甲稳定。求主你看顾今仔日的礼拜，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昨落雨，昨日嘛落雨吼。今仔已经真好天啊，互人真方便来到上帝面前。咱来锻炼诗歌146首，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群我，大家好胆进前，直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罪过得赦免，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字。这首诗歌真熟啊，真久啊，真老的诗歌，总是耶稣真好，真得安慰吼。我个人感觉讲，咱若是讲心情较袂遐好的时，较沉重的时，你若想讲，感觉较失望的时，会听到讲，救主的声在呼调，在叫我的时吼。我感觉得到安慰啦吼，来咱来唱第一节来。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群我，大家好胆真情，去到救主面前。主恩典，罪过的赦免，我福气甲欢喜，靠救主。第二节，伊心黑暗的路，亲像我靠主耶稣。咱感恩节的音乐见证会打过，有一个姊妹吼，苏芳甲我讲，我顶两甲我讲，伊讲伊伫迄个感恩的迄个卡片内底有写了有互伊看吼。伊感觉伊有一寡感恩嘛，有一寡心内真郁准的代志。伊苏芳甲伊讲，你要祈祷，替祈祷好无？伊甲讲就讲，我是佛教徒。伊讲伊是有教导，但是我讲不要紧，你跟上帝祷告，上帝还是会听啊。只要你有诚心跟他所以当人软弱时阵，拢会追求要安怎甲什么人讲，要安怎有人
得到帮助吼。讲话即个，咱已经做5年外要6年啊，我感触上介济啦，吼，足济，差不多90%、80%拢无信主，拢伫外口入来。21号11月21嘛，吼，14号21，咱有去参加总会迄个教练小组诶事工分享，有12间教会，咱教会6间诶表演吼出头地，嘛有请一个咱88岁一个陈启伟长者吼，伊嘛是去教会，但是伊还未信，伊嘛伫咧讲说讲伊安怎来教会诶迄个据点，伊嘛就看看安尼。路过就击败安尼吼，就掉咧啊，就较真卖，讲出伊心声，真正教会对因的帮助真大。所以讲要传福音要他一个人不要简单呢。迄天根本在暗时，因为我代志无来，但是呢，我看4个款，4个5个来参加，因会接近啦。所以咱定来讲，哎呀，传福音啦，叫他信耶稣啦。毋是讲尔，讲无效，迄个上帝有帮助。搁咱有样主动去甲伊接触，甲伊互动嘛。你无熟悉，伊嘛未将伊的苦情讲出互你听，伊的困难免啊帮助讲你听，未。你得甲伊有熟悉嘛，甲关心来，甲伊讲话，安尼才有效。毋是来信耶稣，咱足紧的啊，路边叫你就来，咱拜堂嘛甜那个天气啊，对无？所以讲咱吼多付出关心，要传福音，第一个就是去熟悉、去关心啦吼。来，咱个第一节个唱一遍，第一节。求主出声叫我，人若要难分我，大家好打真情，祈祷求主面前，我靠主恩典，做我的小妹，我多好奇甲我去，我求主面前。好，咱来过来看一首吼，567首，567首。即咱一个月定歌啦吼，咱真熟啊，但是咱的歌词，咱来甲听的时感觉，甲看的时感觉吼，真趣味，是咱日常生活中拢会拄着的吼。请看空中正教者，因无业种，无正职，因无收割，无收成。因无积聚伫积仓，咱的天父甲因养饲，咱竟无比因较贵气。吼，第二节，想看山年百合花，因无着磨，无芳势。所罗门荣华一时，所穿毋达水花蕊。咱的天父甲因糟蹋，虽然因毋捌伊会疼。无得看如穿什么，无得伊看过所听行字。好，咱来唱第一节。请看中正教者，伊无业种，无种子，伊无收割，无收成，伊无结出的切磋，咱的天父甲因有情，咱见无比因较贵气，无得看骨这生命。这首圣诗是伫马太福音第6章，为26
到34节这段圣经经文写出来了吼。咱真清楚，第29节了讲，所罗门王极行我的时，毋达着这火一蕊。行我较早就是百几年前迄落巴克利牧师翻译厦门音译迄圣经翻译过来，行我咱都听无嘛吼。啊，即马新学迄叫荣华吼。荣华富贵迄荣华，所罗门王，咱知影一个国王，所罗门王穿甲遐尼落身足水的嘛，吼，迄拢上介好诶。但是讲毋达着山里的一蕊小小的花，咱定来去，可能拢会出去郊外嘛。迄路边开的花都足水的呢，吼，迄拢无人咧照顾，有啦，毋是无，是你无感觉尔。上帝互伊开，互伊写。啊，咱毋知看咱边仔迄个花园无？遐尼水，像过去讲，迄个啥，迄个花吼，迄个什么海芋，拢白色的尔嘛吼，阳明山拢白色。即摆有迄个黄色的啦吼，有迄个胶啊色的吼，啊有迄橘色的拢有，看足水的。吼，这拢是上帝所创造嘛。但是咱感觉足自然的，吼，咱拢袂去感觉。啊，咱嘛是共款啊，咱目睭八斤拢足健康足好，我是，敢上帝无咧照顾？有嘛？咱想看卖，拢有，就是咱有阵咱无感觉尔吼。来，咱进第2节。第2节，想看山里百合花，伊无着我无芳势，所罗门王荣华的时，所请毋达水为蕊，咱的地位甲因争他，虽然因惊，无的寡路无。为看过，虽然学习讲吼，无论咱身份的境遇，咱目睭若八金，咱都要充满感谢啦吼。上帝互咱喘气，互咱有健康的身躯，互咱会当行，吼，会当行出去吼。伊毋是无咧照顾咱，是咱有时咱袂去感觉，袂去珍惜啦吼。后来，最后咱来看519首。我嘛知，大家看甲拢足紧张啦吼，很激情。啊，其实拢过去啊。这个代志过去啊，以后个新的路，无论啥物人对，啥物人不要紧，求上帝怜悯这个土地，互咱民主政治的这个程序经过了后。新的路也要去行吼，所以求上帝来怜悯咱这块土地吼。519首，为这块土地，咱诚心来祈祷，无论什么款的色，无论什么款的政党，只要伊受竞选，就是百姓受百姓肯定，咱就来为因祈祷，来互因会当尽因的本分啦吼。那咱519首。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转的变旧。为这个城市，我诚恳求，愿主是我命，互阮如骨肉皮。愿全灵体的上帝，你先国降临，愿双向的必上，你归阮心中。愿全灵体的上帝，你旨意的正，愿的披露永远的。
最后佫一摆，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较慢一首吼。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个传递遍照。为这个城市，我声伊困求。愿主是我命，予阮搁若实得救。我全灵天父上帝，你先不甘美，愿颂上个悲伤，你伫阮心中。愿全灵天父上帝。你旨意的正，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请静心来做今日礼拜。全地着耶和华赐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长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恶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恶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做伙来用信诗第567首，信诗第567首，请看空中正鸟者，请看空中正鸟者，因无夜种，无种租。因无收割，无收成；因无积聚伫一仓。咱的天父甲因养饲，咱敢无比因较贵气？无伫挂虑食甚物，无伫挂虑啉甚物。信诗第567首，请起立应全首。请看空中正鸟者，因无夜种，无种租，因无收割，
歌愈加声明，无伫歌愈灵声明，想看山里白下花，因无着我无旁坐，所罗门因我的心。邀请甲水汇对，咱的天父甲因赞叹，虽然因捌伊的听，无伫歌愈清心明，伊看故所听行日。着求伊主快实现，春叹伊旨不变，天白云顶甲人主，今日欠亏伊相思。明日歌路，明日话为家己歌路，一日艰苦一日长，万行高土自拍算。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主祷文，主祷文第9杯第7页。主祷文，咱做伙来读，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应，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59篇，启应文的信息的上后壁1105页。启应文59篇，也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启应文第59篇，显着咱做伙来启应。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着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遮尔样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囝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第20首，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圣父上帝踮天顶，
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上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主做阮徛起所在。圣诗第20首，请起立应全首。圣的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上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主做阮徛起所在，国家兴亡甲衰微，天地天白心志，世间荣华甲富贵，若准草木暂时随，上帝做万民天白，永远不变到万世，救主受死阮在世，以其生性大能力，阮献一切归伫主，这做性格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阮爱踮伫你死的。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互阮出入拢得到看顾。主啊，阮当中阁有身体欠歹的人，求主医治因的身躯，互因得到好，保守因的心灵，互因得到平安。阮即马嘛为着圣诞节在准备，求主看顾阮所藏上的一切，互阮有气力。教会为主日学到上年，拢伫准备将这大好的消息传播出去。主啊，求你使用阮，为你做工，传播你的福音。主啊，昨昏的选举已经结束，毋管是谁当选，求主互因有教业的智慧，会当真正为着人民来设想，互规个台湾即块土地会当愈来愈好，互大家幸福。也求主继续看顾疫情的发展，虽然渐渐有得到控制，也求主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互阮会当我靠主，阮就毋惊啥物，因为主看顾一切，主掌管一切。主啊，阮也将今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带领看顾，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
即是咱做伙来读一段，做伙来看一段圣经。罗马人书13章11节到14节。罗马人书13章11节到14节。伫圣经新约的部分183页。罗马人书13章11节到14节，现着我来读。安尼生，在即个时候，就是恁已经着困醒的时，因为咱得着救，比起头神的时较近，暝要过，日时近啦。所以，咱着脱去黑暗的所行，来穿光明的战甲。所行着端正，亲像伫日时，无伫放纵酒醉，无伫服食邪淫，无伫三更怨妒，着亲主耶稣基督，无伫为着肉体多谋，得到趁私欲。圣经谈到遮，现时。社青甲马拉团契要献的诗，会是你欢喜的节。
讲道科牧师的题目是苏醒起来吧。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看顾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即个时刻会当自责来敬拜学了你，互阮的心灵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快乐甲帮助。阮恳求信心，即时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互阮伫阮的生命中活出你的真理。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这个题目是苏醒，苏醒，咱拄仔所读的台语汉语本内底讲醒过来，醒过来。那呢，这个词到底伊要表达的是甚物呢？我咧想，即个要醒起来，伊是一个要安尼解释，讲对于咧困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有意识，然后恢复了有精神、有快乐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通常拢是咱起床的迄个时间，咱豆豆起来。我想有个人可能伊时间到，伊就醒起来啊，真紧。不过即个苏醒豆豆醒起来，就是慢慢一点一点那亲像讲对困开始接受到外在遮的一切环境所传来即个信息，然后慢慢一步醒过来一个过程。不过，今仔日咱所看即个醒起来，我想毋是肉体顶面会醒起来，因为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保罗要甲咱讲的是，对咱的心，也是讲对咱的灵的内面，一步一步醒起来。保罗用即个豆豆醒起来即个词，其实是要表达要安怎互咱的心。互咱的灵会当搁一届活起来。其实，但对保罗伫罗马人书第13章，咱若对头前开始看，敢若甲昨咧选举有遮一点符合。因为13章一开始讲到，咱爱对政府、对国家有一个责任。咱已经透过选举，我想咱昨选出里长。市议员、县市长，无论选举了后，咱所支持的，敢有调也是无调，咱爱做一项代志是，保罗伫罗马人书13章一开始甲咱讲的，咱爱为因来祈祷。无论因的政治，无论因的理念是甚物，咱爱为因祈祷。祈祷因会当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照着上帝的听来看顾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伫罗马人书13章讲了这个国家的问题了后，保罗开始咧讲到伫这个世俗社会的生活，所以对第8节一直到14节是咧谈论到。整个社会的生活，这个其中真重要是讲到厝边的关系。咱基督徒爱对国家有一个尽义务的这个责任。咱爱伫国家的法律的顶面，咱爱来遵守，咱爱纳税来支持国家的政策。不过，咱犹原毋是要做这样，咱犹原要做的是。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任务，就是爱别人付出一个疼心的一个行动伫咧。所以保罗咧认为讲，一个人若是要甲你的厝边要建立关系的秘诀是甚物？迄个秘诀就是疼。也咧表示保罗要来解说即个疼伊的见解是甚物。那咱每一位基督徒。咱了解疼
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即个恩典的内面是上基本的。咱若明白即个道理，咱来过咱的生活的时阵，咱就是爱去实践上帝赏赐互咱的即个律法内面的即个听。不过，咱若读今仔日13节、第8节，咱对头前读的时阵，会看到保罗讲到一个真奇怪的代志。伊讲，千万毋通去欠债，不过彼此相听的代志是恁应该爱去派即个债务的。也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已经爱咱彼此相听，成做咱上要紧爱去尽的一个义务之一。保罗伫遮讲，那安尼听就实践了律法，所以耶稣嘛在甲咱讲，即个彼此相听是咱每一位基督徒生活的准则，生活的一个标准。那呢，我要问的是，听会当成做一个准则吗？真正会当用命令的方式爱咱人来相听吗？上帝互你、互我、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自由的意志的，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情绪的感受。咱的情绪的感受是无法度控制。虽然讲，咱要用命令的方式爱人去相听，听起来敢若无可能，听起来敢若有一点仔不切实际的，有可能做袂到。因为咱去要求一个人，你爱去爱一个你所看到迄个无可爱人的时阵，我想咱人的本性，咱真正无法度去爱。叫你假先去爱一个家己无爱的人，我想伫人的内心的中间，有真侪的冲突、挣扎，有可能你表现的是一个真虚假的行为出来。那呢，真正的彼此相听是甚物呢？咱对人的眼光来看听的时阵，来看这个爱的时阵，咱通常拢想到夫妻中间的爱，想到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想到是父母对囝儿的疼，想到是咱亲人朋友之间的这个爱。其实咱受到这个世界环境的影响，咱看真侪电影、影片、小说，伊内底所描述的这个爱，就真做人的情绪咧控制这个爱。有的人就表现出真多愁善感，也是咱讲到这个爱，就想到是迄个查甫甲查某看到对方彼此吸引的迄种的感受。所以，伫咱的所接受到这个价值观的时，咱会将这个爱认为是一个情绪的状态。这毋是伫圣经内面所讲的爱。伫圣经内面，上帝爱咱，上帝爱咱的时，伊绝对袂讲我想到恁的时阵，我心内就有一寡温暖伫的，我就感觉真好一个感觉伫这中间。毋是咧，咱知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毋是因为伊对咱有甚物款的感受感觉。上帝爱咱是因为伊无任何的条件，无任何的情绪，单单爱咱每一个人。迄个原因就是要救赎咱，要救赎咱每一个人。所以伊赐下伊的独生囝耶稣来到咱的中间。所以，伫保罗甲新约中间所讲到即个爱，拢咧表示爱，毋是用情绪做中心的，拢咧讲到即个爱是要付出行动的，爱以行动为主的。所以，咱咧想，爱爱付出行动，那呢？爱一个人，疼一个人。付出行动是要促进互伊有利益的。
毋是要伤害对方的。所以，咱看到圣经咧教示一句话讲：你爱去爱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毋是要去改变咱对对方的一个情绪顶面的感受。咱爱做的是，咱爱为咱所无介意的人去做有一个行动，去做对伊有利益的代志。咱不管你家己对对方有情绪顶面什么款的感受，咱爱去做的是爱的行动。所以保罗咧表达的是爱付出行动，去为着别人的利益。爱去为伊想，为伊做。伊讲安尼，即个爱，即个疼，才是成全了律法。当我咧写这篇的时阵，我写到即个所在时阵，我想着，这足难的对，有困难无？真正真困难呢。我家己嘛无法度去做到。总是咱想看卖，对你无讨厌、你介意的人，咱上用你无讨厌、你介意的人来看就好。你敢有对伊付出行动吗？迄个你讨厌、你无介意，无法度。但是你介意的，你真正爱伊的，你无讨厌的，你有对用行动来对伊吗？所以保罗咧遮还咧甲咱讲的是，这个爱毋是情欲顶面的爱，这个爱，这个疼，是对上帝遐来无条件的疼。伫咱的生活中，其实咱真简单来做遮的代志。过去即礼拜，我咧关心一对年长的夫妻，因年纪不哩遐大。不过，伊的身体阁真勇敢。因伫即个年岁时阵，因做了一个真勇敢的决定，因为因决定离开因生活久、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熟悉的生活的习惯。伫迄个厝事内面，因已经拢真生活了真好啊。不过，因决定要离开。离开，就代表着伊去面对环境的变动、文化用语的差异，伊拢爱重新来学习、来适应。所以，甲因见面的时阵，听到因咧讲，因咧转化环境、转化因的规个生活的时阵，因所拄到的状况，伫这中间听到因生命中的那个韧性伫个。所以，当伊咧诉说的时阵，其实心内有毋甘，总是迄阵我咧想，我会当为因做甚物咧？我会当为因做甚物咧？伫甲因交谈的中间，知影因还未完全的安顿落来，因需要去到咱讲的大卖场去买一寡物件。不过，因要安怎去？迄阵心中有一个想法，我载因去，决定载因去。虽然因一直讲歹势啦，耽误着牧师你的时间啦，等等一下，总是伫我的灵的内面，我知影，这个时刻就是爱有一个行动，上帝爱我去协助因，所以我就甲因滚酸笑讲，恁袂赴啊，因为恁即马坐伫我的车顶，你们上了贼船，下不了车。上尾送伊转去，我知影一个真深的感受是，伫基督的疼的内面，只有付出行动，才会当互咱当作肢体的咱，共同来领受着上帝对咱的疼。主耶稣甲咱讲，咱应该要知影讲要安怎来进行这个疼的行动。主耶稣伊亲身示范这种疼的行动，就是主耶稣是上帝独生囝，伊疼的实体的表现，
伊的听是为着咱世间人每一个人的好处来付出的行动。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听爱用行动来表现的时，保罗就迫切为着这个信徒，爱对因的现状来做一个改变，爱因亲像伫困的中间，慢慢啊醒过来。这个慢慢啊醒过来，讲的是一个动作，毋是讲真正慢，是这个动作有一个次序，毋通停留伫原本的所在无震动。咱想象一下，对困眠中间醒过来。保罗讲，当咱醒过来的时阵，咱就甲上帝搁较近我。咱比拄开始信上帝、信靠耶稣的时阵，搁较接近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醒过来，就是将这个听付诸你的行动。咱每一个人有这个行动，就会当甲上帝搁较近我。所以，咱每一个人爱开始来实践伫上帝的听。当醒过来了后，咱就袂一直伫黑暗的内面，因为日时要到啊。咱袂阁互迄个黑暗中间所做的代志来影响着咱。上帝话语亲像日光共款，咱靠着上帝来面对咱所要面对的挑战。有人讲光来啊，黑暗就无去啊。咱亲像是活伫光的中间，咱所做一切代志，伫上帝光的内面。醒过来的动作，毋是咧讲肉体困去了后，再个休困了后，佮你起身起来，目睭擘开，骹手叮当落床的即个动作。毋是讲你落床了后，你一天的生活安尼，我就是我醒起来，毋是。是咧讲到你的心、你的灵爱醒过来。我咧想，当我领受上帝的灵咧甲我讲话的时阵，伊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心甲你的灵醒起来，甲你的年龄无绝对的关系。实践听的行动嘛无分年纪。但是当对真细汉的囡仔，因有一个听的行动，一个爱的行动。因为到咱年长了后，咱犹原有共款即个行动伫咧。所以当咱醒起来了后，咱毋是点无出声，咱毋是点停喺迄个所在无向前行，咱毋是用任何的借口来撒讲我袂晓。即个时刻，就是咱醒起来时阵。恢复甲上帝的连结，咱爱起来有行动。所以我认为讲，当咱醒起来了后，有一个真重要，就是爱注意，你定准家己已经醒啊，知影哦，我爱将这个听来付诸行动。确实你毋知影要安怎去做，也是讲你了解啊，你真清楚讲，我即马现在我是毋是真正醒起来啊？伫你的灵的内面，你知影讲我爱来实践上帝的听，却毋知要安怎去实践的时。无论安怎，你现在的状况是还未醒，也是当咧醒起来的过程，也是已经醒啊。咱拢爱安静咱家己的心甲灵，咱来甲主耶稣来讲话。咱来听上帝的声音，咱来听耶稣的声音，咱来听信心咧甲咱的讲话。有人讲听要安怎听？其实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毋是用咱的耳孔，毋是用你的耳孔去听到遐个声，是要用你的心、你的灵来听。虽然是用听这个字，咱会直接去想到。爱有声音，实际上，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
互你听见伊要对你所讲的话。昨是选举，咱教会边仔是文山行政中心。对拜五差不多下晡开始，就真侪车，就开始有一台大客车就来，甲选票拢放伫行政中心。警察车、拍火车拢伫个，即马敢若嘛还阁伫边啊。来是要保护遐选票。对昨早起差5点外，就开始有遮要来领选票，去到开票所遮个人，就开始来排队，陆陆续续来领遮个票。真热烈，嘛真侪声音。所以当我咧灵修的时阵，有一个意念入来，讲为着今仔日是选举的日子，爱祈祷我以外，上帝爱我为着每一位来到咱旧堂正做投票所，为每一位来到旧堂来选举的遮个厝边，为因来祈祷。所以昨早起我真早。我8点会当投票，我就去，我就徛伫外口，看到咱的厝边一个入来，就为因祈祷。当然啦，我毋是家己来讲，来我为你祈祷啦，吼。对啊，我为因祈祷。上帝互我爱去做行动，所以我就为着前后遮个厝边，一直到差不多我中昼，我还无用伫下晡会遮个咱的研讨会代志，所以我到中昼左右，我就离开。我嘛为着来遮咧做选务的遮个人为因祈祷，因为上帝互我爱为因祈祷，这是一个行动。因咱的厝边会来遮投票，一定拢是咱的厝边的人，所以我为因祈祷。各位兄弟姊妹，咱爱将上帝的听付诸行动，其实无困难。伫你的生活中的事物中，你就会当去实践啦。当你去买菜，你去面单，你去全联，拢会当将你即个听的行动表现出来。大家会记得顶礼拜牧师邀请大家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对话，互上帝显明知影你家己有的即个特质，也是运势无？毋知过去即礼拜大家有看到、听到上帝对你讲话吗？这礼拜，咱继续来学习，咱安静来听，互信心来对你讲话，互你会当明白上帝对你的心意。咱求上帝赏赐你智慧、勇气，互你伫醒起来了后，你知影要安怎继续向前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也就是讲，伫圣诞节进前有1个月时间是大港节期。伫大港节期是咧等待耶稣降临的时。其实伫早期的迄个教会吼，无重视耶稣的即个诞生的节期，因无看重，一直到伫主后差不多312年左右，伫即段期间，拢是伫罗马帝国的压迫的中间，侪基督徒受难，所以有真侪人咧等待耶稣的降临。所以迄个时期，无人想要庆祝耶稣的降生。不过，上早写出来即个福音书马可福音，甲上尾写出来即个约翰福音，咱若看即2本福音书，其实拢无记载着耶稣降生的代志。这就是伫迄个时代背景，一直到大约伫第4世纪，就是伫主后差不多380年的时，基督教成做罗马帝国的一个国家的宗教了后，迄个时阵才开始咧想要安怎来庆祝伫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咱讲大港节期，今仔日是第1主日，其实这4个礼拜。有几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纪念主耶稣道成的肉体。第2，咱来去思想主耶稣为咱人的罪死的这件代志。过来是爱纪念耶路撒冷所受到毁坏，上尾是基督伊要搁再临的审判。
所以拄则开始，咱的文宏长老讲，今仔日所点的第一支的蜡烛是期待、希望，来表示讲，咱用敬请的心，我们要用警醒的心来等待基督的再临，而且要来反省家己伫日常的言行顶面，以及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咱爱醒起来，咱爱有行动。牧师要继续邀请咱大家，通过大讲节期，咱甲上帝，咱甲耶稣，咱甲信心结连做伙，互你的灵醒起来，互你的灵去听到上帝的声音，互你会当对生活中有行动去实践上帝对你的心意。听爱有行动，会使邀请恁每一个人，伫未来一礼拜找一个对象，无论伊是你厝内底人也好，你的公司的同事也好，你学校的遮同学也好，对于做一件爱的行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你听阮，互你的独生囝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当阮咧等待听候主耶稣诞生的日子的时，恳求上帝，你互阮毋是伫遐困，互阮的灵会当醒起来，互阮会当醒起来了后付出行动，愿主你帮助阮。甲阮讲，阮每一个人会当做是甚物款的行动，愿着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命令，愿去行。愿主亲身看顾，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信息第146首，信息第146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滚我，大家好胆正情，直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罪过得赦免。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字。信息第146首，请起立因全首。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滚我，大家好胆正情，直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罪过得赦免。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
请坐。这是咱备办新来奉献。请坐。这是咱来报告。伫报告的进前，咱先来看即礼拜的经句。咱做伙来谈两解。请，我的放纵酒醉，无的好色写文，无的三钱万度。罗马书13章13节，无的放纵酒醉，无的好色写文，无的三钱万度。罗马书13章13节。来这个圣光分当，领唱是许义利老师，书类是陈定辉长老，书琴是吴思婷姐妹，献诗是信歌队，书献是张义如执事甲李尔博执事，交代是张义如执事跟周绿健弟兄。音控是曹明香执事跟周宏邦弟兄。后礼拜拜三的早间祈祷会，主理是柯博书，书会是郭金敦执事。后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柯博书，经文题目、信息甲经句拢伫面顶，咱会当转去先家己来看哪串。咱来看第6页的教界消息报告。第一点，戴公节第一主日，本主日为戴公节第一主日。
第二，献花通知，若今年度还未完成献花奉献的兄弟姊妹，请伫年底进前完成奉献。第三，洗礼前的信用课程，本主日下晡1点到4点，欢迎若是要洗礼、跟圣礼还是无道友报名要参加的。第四，圣礼典，后主日礼拜要举行圣礼典，若有准备要洗礼、跟圣礼的，会当干事来报名，填写了会当交互牧师。迄天圣餐的奉献是为着客家宣教的事工来奉献，请兄弟姊妹未万心。第五点，圣诞节活动通知，12月25号下9点，透早9点就是咱的圣诞赞美礼拜。12月24号下暗时8点要来报佳音。12月24号的下晡4点到6点是圣诞节的庆祝会。12月18号要去兴隆照顾中心有演奏，请大家来参与。第6点报佳音的报名，线顶报佳音会友的报名，请伫1楼填写。要参加圣诞节报佳音的活塞，就是12月24号暗会了后，请结束时阵，请大家留来报佳音，所以要伫1楼填写报名的名单。第二，接纳来报佳音的家庭的报名，会当事前做一寡程序的安排甲顺序吼。线顶报佳音的方式是8点伫教会进行，点蜡烛、唱诗歌甲祈祷，进行直播。所以就以书连线来报佳音。第7，祝福12月的寿星，周报第8也有12月的寿星名单，请大家来看。好，补充吼，拄则伫第6点报佳音的即个报名内面吼，第一个部分是咱要邀请兄弟姊妹来伫线顶报佳音，就是咱要唱歌的人啊。吼，你要唱歌的人，请你填写，你1楼填写者讲，我要来参与伫即个报佳音的即个活动的内面，我们唱歌来祝福别人吼。所以伫1楼内面，伫1楼咱来填写啦吼，咱要统计人数啦吼。第二个部分是，你讲我要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今年游玩用赖伫厝的吼。所以，若你讲我无方便出来，迄天暗时我无方便出来，但是我总想要互人来甲我祝福的。那你报名，然后你可能要留落你的赖的迄个账号，还是连结，我到时才会当工才会当甲你连结。所以这是2个方面，一个是伫现场咱要报佳音的人，第二个是接受报佳音的家庭，吼。这是搁一解说明者。所以线顶报佳音的方式，就是伫 B 内面所写吼，咱伫8点开始，咱伫教会内面来进行即个线上的即个报佳音吼的活动。好，咱来看第8夜12月份的即个生日的兄弟姊妹，咱在场的生日的兄弟姊妹，请起立好无？为你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要为你来祝福。文学长老，我有看到，在座还佫有无？还佫有其他的人无？无要紧，我嘛是，咱做伙。好，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咱唱2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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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届。祝你生日快乐。同心来为着生日的兄弟，咱来祈祷，互因一个祝福的祈祷。主，阮感谢你，过去的年日，你看顾保守阮，互阮伫即个时刻会当甲
12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愿主你继续祝福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的每一天拢伫你的疼痛、平安、喜乐的内面，互因经历你信实的稳定疼痛，互因过去所领受的祝福，今仔日加倍享受伫因的身躯顶，祝福因的人生的每一个路站，拢有主甲因同行。愿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看到名单顶面遮的生日的人，拢爱甲讲生日快乐，吼！来，生日快乐，多谢。歹势，今仔敢有新来的朋友？喂，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有3位新来的朋友，头一位是张瑞美，伊是苏维基的邻居，讲进前伫迄个纽西兰在聚会。好，多谢。过来，还有2位是李泽孝甲李庆彤，请起来。因是伫树林教会在聚会，今日是来爬山。边仔阁有一位啦吼，旁边还有一位无写到，对，伊无写。咱做伙欢迎恁，欢迎你来，会当我定定来阮教会聚会，听牧师的讲道。这是咱做伙来用刷尾边的信息第398首，因时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因转首，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咱彼此请安。